我哋點樣整呢一個切割用嘅孔呢？首先喺右邊拉過半圓球出嚟，將佢設定為孔，然後將佢嘅高度設定為6，闊度同深度設定為42。我哋用複製並重複，複製多一個孔，喺之後我哋會有用。跟住我哋畫一個長方體包住佢，長方體嘅高度係10，闊度同深度係50。為咗令我哋睇到入邊嘅孔，我哋揀實體，然後將呢個長方體設定為透明。我哋揀晒個長方體同埋入邊嘅孔，然後揀上面對齊，下面揀中間條線，令到佢哋按呢一條線對齊。左邊揀中間條線，令到佢哋按中間呢條線對齊。跟住揀晒個長方體同埋入邊嘅孔，揀上面群組，然後揀聯集群組。長方體同埋入邊嘅孔重疊嘅地方就會消失，即係半圓球嘅地方會消失，所以嗰度係空心㗎。我哋揀晒成個立體，然後係右上方揀孔，將成個立體變成孔，用嚟切割個盾牌。